来乡亲啊，线来看这个萧美琴的国籍，经过内政部甲中选会认证，符合规定。也毋过国民党有3位立委的参选人举办着记者会，挖出着19年前萧美琴的自传。当时这个萧美琴讲，伊只有美国籍，一旦放弃，就会变做无国籍的人。国民党来质疑萧美琴，若毋是当年为着保有美国籍来讲白贼，就是即摆为着选副总统来讲白贼。民进党的立委柯志坚是来反击，讲3组候选人的国籍拢经过内政部审核通过，请国民党莫阁乌白指控。萧美琴自己都搞不清楚她是谁，是美国人还是台湾人？他今天居然要来选中华民国的总统，继续针对民进党副总统参选人萧美琴的国籍，国民党3位立委参选人举办记者会，整理萧美琴过去对家己国籍的解说。2000年讲强调，因为父母的关系，伊有中华民国和美国籍，伫台湾无户籍。若是放弃美国籍，伫台湾无头路，就会变作国际游民。伫2004年出版的自传当中，讲家己敢若有美国籍，若是放弃就会变作无国籍的人。到2009年表示，家己自细汉敢若有美国籍，若是放弃就会变作无国籍，是后来选调交选立委才依法摕到中华民国籍。多次说你没有中华民国国籍，那不是为了保住美国国籍的借口，还有别的原因吗？你是位居民进党要职，政府要职，一再说错，根据内政部12月4号的公告，3组候选人的国籍拢符合参选资格。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，萧美琴的老爸是中华民国籍，这届拿赢，搁再继续拍。江过那个国民党有指控您过去在今天讲没有错，听到问题，刚一个无回应，伫边仔的总干事潘明安随提醒，还阁有行程爱赶紧行。3组候选人的国籍问题都经过内政部审核通过，请国民党不要再胡乱指控。政府的挂保证也阁无够，看来萧美琴的国籍爱到选战结束才有机会，到这为止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